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过了一个年，你敢有对着今年有啥物料想呢？有啥物愿望？但是在乌克兰，你敢会记得因还搁咧抵抗？这一场战争抵抗战争，那么已经过了2冬，那么一度反攻胜利，讲有希望，但是即马却是普京真正长咧样。那么美国西欧毋是拢讲有咧斗相共，啊，到底安怎会变即款？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那么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政治大学罗西亚研究所副教授兼任所长魏碧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正大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连宏仪。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三位，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大家平安。那么第四位，正大外交系博士后研究员迪马。大家你们好。那么首先呢，咱就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2周年。那么联合国安理会23号来强调讲，2年的战争已经造成了数万个乌克兰民众的死亡、死伤。那么要赶紧来停战。啊，那美国总统拜登是强调讲，即马袂使甲乌克兰放杀，呼吁国会拢爱通过相关的援助法案。联合国安理会23针对俄乌战争2周年召开会议，秘书长强调，全球已经经历2年的战火动乱，希望战争能较早结束。Depuis l'invasion à grande échelle de l'Ukraine par la Russie, nous avons connu 2 années de combat, 2 années de souffrance, des années lesquelles les tensions mondiales ont été attisées et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mises à mal. C'en est assez. 根据联合国统计，俄乌战争2年来，乌克兰死伤超过3万人，不过实际数字恐惊悬出真济。乌克兰国内包含病院、学校甲基础设施遭受战火摧残，经济损失惨重，1460万乌克兰民众独立家园。俄国外长23强调，乌克兰希望和平，不过也绝对袂投降。Ukraine wants peace more than any other nation. However, we are not going to allow Russia to kill us freely on the road to peace. 在俄乌战争2周年之际，美国参议员组团访问乌克兰基辅，表达美国继续支持的立场。美国总统拜登也搁一摆呼吁共和党将会众议院爱继续支持乌克兰援助法案，免在这时阵背弃乌克兰人民。We can't walk away now, and that's what Putin is betting on. He's betting on we're going to walk away. 2月23是俄国的军人节，莫斯科放宴会，俄国总统普京出席阵亡将士献花仪式，强调俄国是伫为真理甲正义而战。根据乌克兰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伫战争2周年做的全国民调，虽然目前还有60%的乌克兰人相信战争会赢，不过已经比2022年5月60%。19%民众愿意接受就地停火，避免放弃领土，也比2022年5月5%较悬。对乌克兰的国家情势，就44%人认为行伫正确方向，46%认为方向错误。开战了后第一摆出现交叉，对总统泽伦斯基的支持甲无支持率甲6-4比，甲开战初期高达90%支持率已经差真济。公视新闻警员庆编报。真侪观众朋友吼，可能感觉讲，哎，哪会搁咧讲乌克兰甲罗西亚？这毋是讲了足侪届，大概都讲同款的物件。但是呢，我要甲观众朋友来说明来了解。头一个，咱必须要透过这个媒体讨论，互观众朋友呢真正掌握这个动力心。吼，到底战争是啥物本质？是啥物一回事？造成咱人的生活的改变是啥物？那么透过这动力心，你才会知影讲，哦，这真正政治的现实，甲战争的这个实况是啥物？哦，首先我就要问吼，魏所长，咱自媒体
8、9个月还是6个月进前，咱就讲哇，这个乌克兰已经反攻啊，反攻啊，去甲这个乌克兰东部占领吼，而且去罗西亚讲有这个原来这个瓦格纳这个佣兵啊，叫台死，因内面已经作乱啊，胜利在望乌克兰，是安怎会变作安尼？还是讲迄阵时的媒体有偏误去？这是到底是咱是一个平行时空，还是安怎？主持人遐都讲的同理心啦这点其实咱看首先咱来肯定甲俄罗乌克兰的民众士兵，你会记2年前，罗西亚普京军队开落去，大家想讲72点钟就要甲解，要甲解开啦。但是你想袂到乌克兰人民英勇的抵抗佮打2年外，伊阁是无阁继续咧战，这是真无简单的啊！罗西亚甲乌克兰迄2个国力是，迄是真大的差别。但是你看伊个人民会当安尼2年以来不断会当阁抵抗甲真啊！我这首先我讲这是真值得咱甲肯定甲学落啦啊，同理心你来看咱真几无偌久进前啦，过年前台湾足寒迄个寒流来袭恁迄10度以下就寒甲安尼。是。你敢知影乌克兰去年甲今年因的寒天根本就是无消气的，伊迄个普京是超工用飞弹甲因的天然气，甲这个天然气，甲这个迄个公共设施甲这个消气的设备，拢甲弄下去，毁灭去，互因的寒天无消气好过。你知影伫乌克兰伫因的首都基耶夫，你无消气，迄个时阵的寒天是零下-8度、10度拢可能的。你知影因的寒天是安尼过，所以你若同理心去看，伊哈尼遮迄个差，迄个军力差啊济，迄个寒天遮尔寒，但是你看伊的人民嘛是冻甲干的。我讲是真无简单的代志。所以你主持恁在讲的第一点是同理心啦，第2项代志咱来看，你讲2年前出乎大家意外之外，乌克兰动落来。好，刷来咱跟2023年就是去年，咱想讲乌克兰大反攻会当有一寡胜利，但是你看起来无，应该我这样看起来系啦，迄个是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失败啦，无成功。所以你看，罗西亚看起来伊个是有迄个韧性伫，看起来我有对伫的呢。是啊，所以你看这战事就2年拖甲打啦。啊，你讲伊个会继续落去，看起来跟咧这个局势，我看一寡分析啦有一个叫做地库，叫做全球安全 （Global Sec）。伊讲伊甲全世界一个专家啦做调查，上大的一个看法是讲，这个修正唔敢今年会继续可能会拖到明年2025年。伊的这个战争的看法，可能是一个持续战，一个消耗战。哇，这关于着他所长所讲的咱小等过来继续来问讲，到底这国际援助是啥物但是我要先问议长议长，咱一般的民众感觉讲，这个拍得袂歹啊，乌克兰应该是有希望啊。美国应该去，他当然来听这个拜登讲 ，We just cannot walk away， 我袂当甲离开，袂当甲放杀。到底美国是因为一时环境来所逼，袂当来完成，所以爱甲伊小表海化，还是讲要来单台这个 Trump， 伊是咧到底咧想啥物？主持人甲我问这个卫所长的这个问题其实一个我小补充一个就是讲，这个大家乌克兰，大家就是讲美国、欧洲拢支持伊啦，就是讲民主社会、民主国家拢支持伊。我想大家应该拢知影嘛这个国家应该是全世界内底较发展的，就是讲经济较好的，嘛是媒体较好的，媒体较强的。所以你看的时阵，你看足侪迄个消息的时阵，你会看到较侪西方的媒体，所以你会看到西方的媒体，伊有可能是事实，伊嘛有可能是要互即个乌克兰感觉伊会使有胜利，伊人民的民心士气拢足重要的。所以你看到的足侪，敢若感觉讲，敢若足侪希望的。但是有当时咱就小冷静者来看，
你就会感觉讲，不管伫咧战场内底，啥物人对方对一边有进展，你就看啥物人占较济，这应该是上事实的嘛。你一看就知影，这个伫咧战场内底，啥物人是赢，啥物人是输嘛。吼，我想我想这应该是真清楚的这个情形嘛。吼，啊，虽然看起来安尼，这个美国加这个欧洲这个国家，吼，我想即马拄到一个问题，上重要就是美国是毋是要搁继续援助这个乌克兰？这应该是即马目前是毋是战争会使搁继续落去？啊，继续落去了，乌克兰是毋是有可能会使打败这个罗西亚的上重要的关键？吼啊，这个美国这个时阵伫咧国会内底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有足大的看法，足大的无共款啊，尤其是在野的共和党。啊，共和党伊即下要出来选的川普，我想伊伫咧即段期间选举的竞选初选即段期间，伊的一寡讲法其实已经足清楚的吼，就是讲伊无想讲美国要过来出钱来援助，啊，这足重要。当然，卡多主持人也有讲，即马咧执政的拜登的总统，伊认为你即个时阵就放手放杀，即马会互乌克兰根本就伊的失败就代表，这个可能是当初这2年来的浪费，佮包括这是民主国家的失败啦。吼，啊，问题是讲欧洲是啥物看法？就是讲，万一美国无援助了，欧洲是啥物看法？欧洲其实假使美国正是要撤，就是讲无要援助，其实欧洲应该会使大胆的徛出来讲，美国你也无要援助，我欧洲，阮来，对，我欧洲来援助，因为死冰岛，死岛又无死冰岛。但是因为这个乌克兰本来就是一个欧洲，这个问题本来欧洲伊个感受应该是较深啦，所以美国正是要走，欧洲应该要徛出来讲，我一定会援助到底。但是即马敢若无，但是啦，无注意看。事实上吼，我也看到一个报道讲，德国其实是在这一次这2当中损失上济，啊，而且因整个欧洲互伊金援的物件，比美国搁较济呢。差不多啦，因为对于我看的一寡这个数字，差不多美国甲欧洲差不多，对。但是讲欧洲较无遐像美国安尼高调啦，对不？无得讲我援助偌济，就是讲比较低调。但是大概数目字差不多啦。啊，但是我意思讲，美国确实伫咧这个时阵，也咧讨论讲伊无要继续援助，其实欧洲应该爱徛出来，爱讲较大声咧，讲我会援助你到底。伊就你常常甲我讲，这个国际是现实的。吼，即我来请教林老师，他小可会心一笑啦吼。这到底国际咧帮助是真心，还是假意，还是利益？啊，问这个问题是太 ABC 啊啦吼。但是即马事实是，咱来看欧盟吼承诺讲1440亿欧元啦，已经拨770亿啦。那美国要援助743亿的美元啦，但这个军武吼是463亿的美金啦吼，但是600亿的美金卡伫国会啦，啊，所以真正吼真金白银的就是欧盟啦。但是欧盟这一次会阁继续吗？像头仔院长所讲的，会阁徛出来讲好，恁袂，阮来继续。咱看起这个英国的 BBC 啊，吼，伊有一个表，这个表就是讲，啊，咱讲军事的援助，就像咱头先讲的，美国是463亿，吼，463亿，德国181亿，这美金嘛，吼，啊，英国是69亿，挪威38亿，丹麦37亿。波兰32亿，吼，荷兰26亿，加拿大22亿，啊，瑞典21亿，啊，芬兰15亿，吼，所以介重要就是讲，什么款的武器介重要，吼，即摆就是讲，这个钱啊，唔是问题啊，钱唔是问题，即摆就是讲，这个武器才是重要，较是重要，武器是唔是有法度来到位？有法度来生产，吼，啊，会当
吼交这个乌克兰，唔惊乌克兰有需要，台湾嘛就有需要，吼。所以伊即届2月中，这个慕尼黑德国慕尼黑有一个安全会议，美国一个参议员万斯 J.D. Vance， 伊讲了做好足济的报道。你看 quotation 起来，嘿，伊讲吼，伊这乌克兰1个月拍的这个爱国者飞弹啊，1个月拍，差不多是美国12个月一档生产的能力啊。所以就是讲，你这武器弹药，即马已经是无法度源源不绝，吼，来到这个乌克兰，所以这个是足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就是讲，美国虽然讲，伊这边界，美国跟墨西哥这个边界，吼，有这边界安全的问题。这个共和党还是即卖众议院，就是讲要将这2个对外国、对乌克兰、对以色列、对印太、对台湾，就是讲这2个爱合作会来考虑啊，吼，这种是较美国政治的思考啊。但是咱知影就是讲，参议院已经通过，还有600亿的美金要来援助这个乌克兰，所以变成这乌克兰是即马有需要，吼但是这个承诺啊，无法度来到位，所以就变成即马乌克兰不管是这个民心甲士气，加减都会受到这个足大影响。而且头先阮有讲到，这个川普伊竞选的过程内底啊，吼，以这个2月，以这个南卡罗来纳州，吼，伊有特别讲到啊，伊讲这个北约的国家啊，因本地爱有2%的 GDP 爱放伫这国防预算。伊讲吼，恁讲这个无够野的国家啊，吼，这个表示着对北约无负责任。恁讲这个俄罗斯啊的威胁啊，恁会当对遐国家看你要安怎来对付哦。虽然讲伊的讲话受到足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北约有足大的澄清，拜登总统也做了很多的澄清，就是讲即马北约31个国家，哦，有18个国家已经超过 GDP 的2%啊，吼。不过就是讲有这个美国大选的因素，个川普伊个讲伊安讲当选。差不多1日还是足短时间的话，都来结束这个乌克兰战争。所以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伊就讲吼，真正是做危险嘛，吼这个拜登来讲做危险，而且唔是美国人会当讲出来的一种的言论。这个我接下来请教迪马哈。刚刚我们说到同理心哈。那这个同理心当然有我们不是乌克兰人的所谓的同理心，还有乌克兰的前线跟后方的同理心。那么现在乌克兰我们刚刚在新闻里头也看到，也听到说，本来一开始有80%的人认为我们会打赢，现在变成60%。我不要问那么多，我就问说，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同学们，他们现在对这个战争的看法是什么？战争坚持已经2年了，所以大家都有点疲劳症，有点心里很累，因为这是2年已经很久，就是昨天是战争730天，所以战争不得不给这样的负面的影响。但是大家知道，但我们还是必须战争，我们还必须奋斗。因为我们都是看到了在布查发生了什么东西，我们看到在罗斯占领的地方发生了什么，跟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是乌克兰现在要反击，这个事情会在别人的家发生，在别人的小镇，在别人的城市发生。所以我这么说好了，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开始在乌克兰的境内，或者是你在社群媒体、在新闻里头？或者是在你们的 Telegram 的群组里面开始有人说：“哎呦，不要了，我们不要打了，我们跟他谈谈吧。我们死伤这么多人，你看乌克兰阵亡了31000人，俄罗斯看起来是12万人，可是俄罗斯的人口
跟乌克兰人口完全比例上没有办法相等啊，而且我们受伤有9万到10万，俄罗斯受伤是17万到18万，我们有1000万的难民，而普京他们才30万的人逃出俄罗斯，这个彼此的损伤其实是很大的，对你们曾经生活在乌克兰的人来讲，或者现在都还在乌克兰的人，难道这个心理的冲击，大家都觉得说 ，OK，we gotta stand here， 我们完全没有这种声音吗？没有这种声音说啊，我们来跟他们谈谈吧，有吗？有的声音，但是这个人数非常少，真的非常少，因为他们也知道，我跟你再说了，我们如果俄罗斯占领更多，我们不知道乌克兰的未来会是什么，所以这是乌克兰的选择，就是我们选择就是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对，就是必须坚持国防这个活动。那么刚刚我其实也问过3位专家学者老师哈，就是说过去这1年当中，有台湾啊，至少是台湾所接收的西方媒体或者是欧美的媒体都告诉我们说，乌克兰在反攻喽，乌克兰在反攻了，可能会有希望哦。然后瓦格纳的这个首领哦被抓啦，政变被抓啦哦。但是我们其实一方面也看到，其实普京他的小动作很多。他还有能力去追杀那个叛逃的飞官，到西班牙去追杀，然后很多小的事情他都有办法处理到，表示他对俄罗斯的控制还是很强的哦。那么你有没有想象过说，要把这个国家给打败，他是什么个状态？他是什么状态？他是跪在地上说对不起我错了，还是说真的要打到他睡觉的地方，把他给像那个 Hitler 一样，把他给枪毙了，是这种情形吗？有没有想象过，俄罗斯在什么样的条件底下会被乌克兰打败？这个问题也是很难，就是很难回答，因为普京就是有一个人，他是一个领导，但是他的后面有很多跟他的想法一样的人。乌克兰人非常清楚了解这个事情，所以应该世界必须来帮乌克兰做这个东西。这不是杀普京或者杀别人的意思，这是一个要换一个政治制度，这是政治制度意识心态的的东西，就是一个 ideology 的有关的东西。因为俄罗斯的 ideology 就是非常强，所以在俄罗斯也有很多人跟普京不同意，但是他们的声音很小，或者他们也离开了俄罗斯。而且现在俄罗斯没有独立的媒体，好像都没有，因为战争前俄罗斯不算是很独立的国家，也不算是他们的媒体也不算是他的独立的媒体声音不算是很大，对。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就是今年2月24号之后，那个独立的之前存在的媒体都不见了，都失去了，都离开了俄罗斯。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说什么东西也不允许。乌克兰也有一些审查的规定，但是就是尽快的要求。是。但是乌克兰人还有这个独立媒体，他们还坚持他们的工作，还坚持说一个民族主义还在，但是俄罗斯就是情况完全不一样。是。同款的问题，我来请教林老师哈。什么情形之下，罗西亚才会感觉讲啊，我失败，我要来，我输啊？这种可能性我无法度料想，讲是安怎来处理，还是讲真正是拍到安尼，罗西亚拢叫颠倒去乌克兰占领，敢是这种情形？到底这个战争是要安怎来结束？这个战争要结束啊，吼，有应该有足侪这个可能性啊，哈但是上无可能的吼，就是讲3月。后个月，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因为选举大家拢知啊，
普丁问哪有可能变成第5任？哦，所以普丁被暗杀这种可能性，原来是有啊，但是唔是讲足悬啦，哈。又now照你讲起来，伊这战争这2年，伊的控制原来是相当的严格，吼。另外一种就是讲，俄罗斯普丁，伊就是讲为去年开始的现状，即去年开始的现状就是讲，伊以这个占领了差不多20%，这个乌克兰东部的4个州的土地，伊按讲，伊要满意以这个基础的顶悬来同意来谈判，吼。乌克兰阮也有法度接受，以这个基础的顶悬，个上重要就是讲，乌克兰无法度个源源不绝啊，像这个战争2当前开始，有足侪西方的援助，吼。按讲，这个足现实的问题。你按讲无这个武器、无弹药，你一定阁有较大的牺牲。较大的牺牲对泽连斯基，伊作为一个乌克兰的总统，伊一定足大的这压力。所以，要靠着国际社会来，互这个普丁有法度来结束这个战争，而且佮将这20%乌克兰的土地来搞定，这会再讲一，已经无可能啊，无啥物可能性吼。而且就是讲过去这几个月，这个北韩伊提供俄罗斯足侪这弹药吼，个这个伊朗免讲的这无人机哦，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对普丁来讲，伊为去年开始，唔惊这个乌克兰反攻无望啊，吼无法度来取得足大的胜利，而且就是讲这个俄罗斯是毋是已经来翻盘，吼，开始为过去较无毋是表现真好，慢慢来表现了较好，所以就是讲，这个阮爱国际政治来影响，吼美国总统的大选，我感觉这是足大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议长，他说林老师啊讲，这个你咱即摆看吼，这卢甘斯克、顿内茨克，吼波扎热那罗纳，吼这克里米亚，这要摕转去已经无可能啊，所以可能收煞的可能性就是讲，在这4州互因占领的情形之下来做谈判。你认为这种可能性真悬吗？应该是伫2022年9月，这4个州入去迄个罗西亚的时阵，迄个时阵，普京就已经有暗示讲，这个时阵会使来谈判。是迄个时阵，乌克兰伊即摆伊领土较去互迄个罗西亚占领，所以伊也无同意。迄个时阵，美国甲欧洲认为乌克兰会使拍赢，所以当然嘛无同意。其实对迄个时阵2022年的9月，这4州入去，就俄罗斯会使控制了，其实伊就希望会使谈判。所以，较早主持人讲，这个情形是毋是会使谈判？当然是会使，但是目前这个时阵啊，谈判是一种双方实力的一种对比啦。就是讲，俄罗斯就是讲罗西亚伊的情形啊，愈来愈好的时阵，伊对谈判伊就较无处理啊。要谈判会使，的代价就爱较悬的，就是讲你出的代价就爱较悬啊。但是问题就是讲要谈判嘛，我相信伊还是愿意，因为这个代志就是讲，你的这个战争，你就是爱结束啊！结束就是要经过谈判了后签一个约，大家愿意签迄个约了后，这个代志较叫做正式的结束。无你就是敢若这个代志无结束，就是敢若就是讲敢若伫咧遐双方就是讲完全无一个收刷，无一个收刷看伫咧遐双方。我感觉就是讲像这种战争的代志吼，就是要有一个结果。所以较早主持人问讲，是毋是有可能的谈判？当然啦，因为这种战争就要谈判。较早卫所长嘛有讲嘛吼，就讲一寡专家感觉讲，即摆的情形就是双方
拄伫咧遐，啊，即摆大家抑个心肝头抑个无法度去说服自己，对，讲啊，即摆即个时阵应该爱收煞，你也无可能赢对方，双方都无法度赢过对方的时阵，就是应该爱谈判的时阵啊。吼，这就是啊，吞袂落去，啊，佮吐袂出来吼，这种情形。但是我感觉这到底在过去当中吼，嘛甲做经济制裁，吼啊，但是伊佫有通啊流酸，佫走来亚洲，佫找啊北韩，佫找啊中国，佫伊朗，这罗西亚其实比咱料想的伊的这个生存的能力，毕竟是一个大国吼。老师，你安怎看普京伊即摆的这个后来的这个路线？主持人都讲迄个制裁啦吼，制裁其实对罗西亚来讲，伊经济上大的迄个受损资源吼，迄个是油啦，吼，伊卖去西方的，对过去卖去西方，就去卖去世界油甲天然气，这是伊上大的经济来源吼，伊拍要收钱来钱嘛，当啊，罗西亚伊主要这个钱的来源就是伊卖遮的能源啦。啊，你卖遮能源去哦，西方制裁，啊，但是伊刷落就好多你讲，伊刷去另外一边刷去亚洲，伊去找到中国，啊，佮卖予印度，所以伊这就是变到咱甲制裁，但是有缺口，啊，这个伊走去有这个中国甲印度甲买油，啊，所以变到伊的钱呢，嘛是共款，佮继续有钱会当继续挣。所以讲，这个制裁其实是有无安尼，甲微甲慢啊，吼，有迄个空棒互伊当扔出去，吼，这是油的部分。啊，你个刷落，咱讲西方对于制裁有一寡物件袂当互伊进口，但是你敢知影？伊会当透过别个国家，啊，甲第三国国家，就讲佮用另外一个方式，佮甲射入去落西亚，譬如讲。哈萨克、吉尔吉斯，甚至土耳其、土耳其，拢是啊，发现这2年来，这几个国家伊甲罗西亚的经济，一直咧增加，增加，你讲，伊拢是别个国家，你知影袂当卖去罗西亚，因就卖去这个国家，啊，为土耳其再搁射去罗西亚，所以这拢是一个经济制裁一个缺口。啊，这就是国际现实咯。是啦，这也是一种经济的利益啦。OK， 啊，那如果是国际现实，老师你认为这边安怎收煞？所以这个看西方的支持的力度啦，啊，再来就好多迄个有曾毅老师啊，甲洪宇老师有讲到的吼，就讲这也要结束嘛是爱，可能是爱就坐落来谈判啦，看什么种的条件。两边会当接受啦。那讲到谈判，即阵时最好的裁判人是啥？迄阵时习近平，佮对媒体来讲，我愿意来做公亲，要做罗西亚甲这乌克兰的公亲。但公亲这双方拢会当接受的人啦，但是进前有啦，就是好多你最近讲的，中国因两边会当。看起来是会当接受啊，中国迄个嘛爱有迄个意愿啦，吼啊，进前土耳其嘛有这个意愿，表达这意愿，伊要出来做公亲，对，啊，所以正下这就是爱个看起来，因拢有可能，啊，但是这个看条件是啥话啦。啊，这我爱问题嘛，哈，刚刚我们已经谈到说，这场战争的可能的结束的方法有很多，一种就是获得完全的胜利，一种就是看到这个国际的现实。不可能的情况之下，让俄罗斯继续占有这4个地方，俄东的地方，我们乌克兰的四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跟俄罗斯来停战，你个人能接受吗？很难说，因为对乌克兰说，很多乌克兰人不能接受这个结果，而且如果他们能拿到这个。几个地方就是四个州，也许过7年他们能接下来新的战争，但是那时候的战争会得更严格、更快，而且俄罗斯会做更好的准备，
我们知道，就是战争前俄罗斯没做什么准备，但是战争中他们可以换他们的态度，他们发现了战争不会那么容易，所以如果留下在这儿，可能性很大，战争结束之后五六年后。乌克兰能发现新的战争，世界会发现新的战争，而且乌克兰需要一些安全保障，这也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或者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如果是加入北约的话，这个会保障乌克兰的安全一部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这个结束，这是魏老师说的，我们不知道怎么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就是战争结束之后，就是我们可以说比较具体，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能在战线发现的。是，立马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相信台湾的观众可能也比较陌生的哈，就是这四个州被俄罗斯占领的4个州，他们被占领的人，他们有那种亡国的心情吗？他们甚至还举办过独立公投，他们有欢迎俄罗斯人的统治吗？还是他觉得哦，我终于脱离了乌克兰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很多人有不同的状态，很多人就是进乌克兰，就回到乌克兰去。对，很多回到乌克兰去，很多人没有办法回去。我听到了很多故事，比如说那个哈尔科夫那一个地方，战争前那部分的人，他们就是觉得啊，我们是进俄罗斯的，那这是战争前的话。但是导弹到了他们的家上，他们说我们不是自己，我们不是只是这样的俄罗斯。如果你们到我们的房子，我们好像是想要做了，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想法，这种人非常多，我有机会跟这种人沟通。他们真的对俄罗斯没有什么支持，没有什么好想法。是就是最小部分人就是真的期待俄罗斯来，但是这个人非常少，这是也很重要。但是这个原因算是在乌克兰历史上，在乌克兰苏联历史上。是，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哈，您刚刚说到这个，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患了战争疲劳症。对。那么这个疲劳症会彰显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在后方的人他会特别注重享乐，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完蛋，我就把我手上的钱全部花掉，然后买酒喝，或者是我做我高兴的事情，有一天过一天，还是什么状态底下？你可以去描述这个所谓的战争疲劳症。这个疲劳症有很多方面，就是每个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各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人是非常忧郁，有人找办法帮助他们感觉心里的感觉不好，因为很多人失业了。现在乌克兰因为是现在的乌克兰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差，很多人就是很多企业就是崩溃了，所以没钱，需要国家的帮助。但是我说每个人就是疲劳症有不同的面向，对你说的很多的面向，比如说很多人他们不知道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很多人。就是如果他们不知道做什么，有一个疲劳症，他们找办法做一些工作，就是找工作，找一些分析自己的东西。是我有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的妈妈，她还在乌克兰，但是她真的
心情不好、有这个疲劳症的时候，他找办法帮军队，就是做一些资源的工作。这样的人也很多，因为他们要一些至少做一些微小的东西帮助乌克兰。就是民众，我说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找办法自己离开这个疲劳症的状态、心态。那这种状态多吗？是非常多人是非常普遍，对，非常普遍。只是大家每一个人表达的方式或者应付的方法不一样。对，因为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是比如说乌克兰非常经常遇到那个空袭击爆，是，然后就是无人机跟导弹，对，那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导弹会到哪里，这个无人机飞到哪里。因为现在的武器，你不能预报它会去哪里，而且有时候他们不能被乌克兰的军队被劫了，所以每个乌克兰人这是被影响的，这些也是很重要。是，底嘛头仔讲的吼，我相信讲来参与着战争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咱理当爱有这个同理心吼。但是我要来请教三位吼，即马乌克兰甲罗西亚的这个战争当中，普京伊在什么情形之下，伊有可能来谈判吗？伊感觉伊即马我赢叫啊，我无需要跟你谈判啊，我上好甲你攻入去Kyiv内面，吼，互你Zelensky，互你啊落台，我落来取代找一个即个咖喱，啊变做你乌克兰新的总统，敢有即种可能性？这我当然是上歹的情形啦，因为即马咱看，普京的这个哦，不管是去前线去演讲，还是从啊，伊咧控制力愈来愈强的，林老师。当然即马美国啊，吼，美国有同意啊，吼，要来提供 F-16的战机，和乌克兰，吼啊，丹麦，阮啊共款。那训练线要放等伊啊。19只，吼，19只，啊，荷兰18只，啊，恁讲差不多总共加起来560只的即个 F-16，啊，即马都爱训练啦，吼，即马就是英国来协助乌克兰来空军，啊，以即个丹麦，吼，啊，恁讲 F-16来投入这个战场。这个当然来讲，对这个罗西亚的军事的损失，当然会较悬啦，吼。但是阮也有种可能性来讲，战争，可能这个扩大这个范围就对啊，吼。不过就是讲，要互普丁伊要来谈判，一定伊有这个条件嘛。这个条件就是讲，伊无法度过来。扩张伊所占领的领土，啊，而且这罗西亚这个损失哪来哪大，吼啊，而且这个F-16阁有法度来显出伊对这个战场这个改变的这种结果，吼。啊，恁讲是安尼，就是讲，阮也有可能互这个普丁伊有另外一种的想法啦，吼，这个想法就是讲，伊应该以这个。各种的条件以下，吼，爱来考虑，因为这个美国甲其他北约的国家就有足大家己的限制啊，吼，无法度讲完全互这个乌克兰伊去来展开伊对这个罗西亚的军事的攻击啊，吼，所以阮啊一种未来一种的可能性，吼。咱刷了要请教的议长吼。这拍了2档吼，在整个包括了战争的形态，用了这个无人机，用了足济的吼。那么然后呢，对到后勤补给啦，甚至讲这个双方面的这媒体认知作战啊，嘛真生行吼。这我要请教了议长讲，在这个认知作战当中吼，你感觉是哪有讲要分出这个菜盘讲？你较牛还是伊较牛？你认为这罗西亚甲乌克兰的认知作战是谁较牛？我认为是乌克兰啊，因为这认知作战，你上重要，你的媒体爱强、爱厉害、爱有经验。我讲
咱即摆看真侪拢是乌克兰的国防部，包括伫咧战场，诶，迄个影片。啊，你看到支持乌克兰的美国、欧洲的媒体，伊拢放出足侪影片，所以咱，sorry， 咱看到的部分大部分拢是即个西方啊、乌克兰的部分。啊，当然啦，因为可能是即个语言的问题，大家对即个罗西亚的影片用的较少，这是第一。第二，可能咱感觉讲，咱是伫咧倒一边。所以另外迄边，你就无去用伊个影片啊，顶多嘛袂去注意讲伊讲啥物，你也感觉讲伊讲的，伊根本就毋是无需要去采用。所以我较早一开始我就讲，我讲咱看到的大部分足侪影片，基本上拢是西方的影片，所以你会感觉讲可能乌克兰要反攻啊，吼，啊有机会啊，要胜利啊，吼，啊事实上。你也看战场，你就看上占较济，啊，这就真清楚啊嘛。吼，啊，你伫咧迄个当中，四周要入去即个罗西亚，啊，这四周是安怎会变走入去罗西亚嘛？啊，当然你伫咧战场内底，你共款一个战场，你会使甲放大，你会使足济去报道，拢是报道者。但是事实上，你爱看全面嘛，你爱看规个战场。即个部分，所以你也看规个战场，你就会使对全面迄个，你才会较掌握较侪全面的即个问题啦。对。是，以前我刷来嘛是要请教吼，即个所长吼，美国总统拜登啊有500项的制裁啦，吼，啊要呼吁讲通过着援助的法案啦。啊，英国的即个外交首相吼，即个外交部长啦，因来讲吼，全球袂当吼，对这个乌克兰吼，甲刷走，哦，咱应该所有资源继续支持。啊，德国总统哦，德国的总理呢，Scholz，就是讲吼，10年安全协议要帮助伊吼外交经济军援啦。哦，罗西亚吼，普京，伊讲哦，阮已经来到这个 turning point， 哦，乌克兰总统哦，Zelensky， 我罗西亚5月份哦。已经有新一波，但是开春了后啦，吼，新一波。咱要安怎判断讲，倒一个人讲的是真的，要援助是真的，还是要反攻是真的，还是啊，Zelensky 吼已经有这个应应的方案。咱要安怎判断讲，刷来，咱需不需要3个月了，咱佫共班人马佫来讲这项代志？这看起来是当然，大家这个时阵2周年，大家拢会讲。因要继续甲支持，继续甲赞助啦吼。但是咱看，事实上，因武器有甲战场无？这就是上大问题吼。正爱迄个炮弹吼，对乌克兰来讲是无够用啦。吼，譬如讲欧盟，伊讲要互伊100万粒的155榴弹炮的这个炮弹，啊，但是呢，甲今年3月啦，吼，讲甲今年3月啦，后尾有100万粒，但是正目前看起来，伊才互伊50万粒啦。榴弹炮迄是真基本的呢。啊，电视剧看，这个好多啊，郑义老师嘛有讲嘛吼，就是迄个爱国者武器的这个生产的能量哦，其实是无办法赶会付乌克兰要用啦。所以这是一个弹药，大家拢想要互伊啊，但是目前你迄开工这个工厂这个新山线，这爱对着啦，吼，所以这个是个问题。啊，你修正也无武器、无炮弹、无弹药，啊，这是要安怎整？所以这嘛是为什么去年的乌克兰伊的反攻无遐尼顺势的一个原因之一啦，就是西方的武器无完全到位啦。啊，当然，泽连斯基嘛有讲啦，是伊嘛一寡迄个计划事先去泄露去，互罗西亚知影，啊，所以才互伊去年的这个反攻的计划无遐尼顺势。这是原因之一啦。啊，你讲好多人讲美国的600亿的美金迄部分吼，正有一个讲法啦吼。之前讲咱这样讲讨论都是讲要600亿美金要援助伊，啊，唔免还，吼，就互伊用，这3亿就对啦。啊，正有一个讲法讲，啊，无咱咧改一个啦，改做是贷款的方式啦。吼，就是钱啊，你要还。差就这哦。啊，这个种600亿啊变做贷款。这个资金就可能较顺势会当互
送去乌克兰。这吼，最后还要请教三位吼，到底会当决定这个输赢的这个战争的武器是啥物？是无人机，还是核子武器，还是战车，还是啥物物件？敢有啥物决定性的武器，通好来使用啊，一摆来解决？敢有这种物件？所长，我吼，这个看起来吼，你个小战要赢，其实是真济。真济元素，真济元素，唔是惊武器尔。哪一项？其实我惊人的士气，小战的士气，迄兵的士气，迄嘛真正重要。我看伊，咱乌克兰的平均的这个上战场的这兵阿兵哥43岁呢。对啊，无办法啦，就兵无够，所以就继续爱去支援啦。是啊。所以这嘛是一个另外原因啦，就讲较多主持人有讲到，啊，你有问底嘛，朴树的讲迄个乌克兰的。疲乏啦，吼！这疲乏唔是讲乌克兰伊本身内底的人民吼，啊，甲前线的士兵啊，你看迄前线的迄兵，有已经减免2档，唔捌登去休困啊，拢无兵会当来无轮休呢，吼！啊，刷落，佫有一个西方正咧讲的，就是讲乌克兰疲乏，这是讲的西方世界对乌克兰的支持有感觉2年来忝啊。所以你看一款民意调查，所以是像疲乏，是内底嘛有，就是乌克兰的人民甲伊的士兵，这是乌克兰本身，西方世界嘛有咧疲乏，就讲这2年来其实伊嘛西方嘛忝啊。所以咱看一个民意调查吼，美国的民意调查，伊正经讲美国过度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比例，仅有21%的人。但是哇，正经调查偌济，41%的人讲支持啊，无讲伤济啊，讲伤济啊，讲支持乌克兰伤济。所以你看，西方已经开始有无共款的声音。啊，你看欧面27国内底已经有8个国家，以前就是匈牙利上听普京嘛，吼，拢足济拢讲，拢不爱支持乌克兰，伊拢有反对的声音。但是正个调查是已经有8个国家。要转向，嘛有一寡无共款的声音啊，吼，除了匈牙利以外，甚至斯洛伐克，伊嘛有一寡声音讲，咱是不是爱小可，搁想看卖，爱小可改变，毋是像进前安尼，就拢无条件拢支持乌克兰，所以这嘛是一个，你看这个西方世界变动当中，对，会疲乏。哦，这还搁咧变动当中啊，上后面哦，我要请教一下迪马哈，现在。乌克兰的国会正在讨论要降低这个兵役，要让更年轻的人进到部队里头。那么你的亲戚朋友或者你的同学，甚至搞不好你的同学的小孩，都有人可能面临到要进到部队里头，因为在国会里头都在讨论说是不是要降低这个年纪。在你们的新闻的群组或者是他们的讨论是什么？需要就是需要，但是我想说，之前他们回到之前的年龄，因为之前就是乌克兰人从18岁到25岁必须当兵，然后他们年龄换了到20几岁，但是最低的年龄就是18岁，最低的18岁，对，18岁，他没有什么改变，然后。没有讨论现在有改变这个东西，就是18岁以下的男生，他们不能去当兵。是，上后尾我要请教到林老师哈，老师这上后尾咱头都有讲过，讲这国际性吼，尤其欧洲开始有真侪变动，包括德国呢，伊嘛是，伊讲伊开上侪钱呢，德国的态度敢会小可变化呢？当然一定会变化哈。介重要就是讲，这个乌克兰对欧洲来讲太重要哈，可能对美国无这种欧洲国家，以这个欧洲大陆拯救哈，这地理上哈，这种感觉啊。不过就是讲，阵讲，咱看到这个士气，咱头先讲士气嘛，乌克兰一定是较悬啦。按讲，咱看这武器的射程，
这个 BBC 有一张图啦，这张图就是讲一寡这个咱用镜头看者，炮弹的射程，不管是海马式，还是其他的迫击炮，拢是比这个罗西亚所用的更较远啦，还能讲咱即马全部拢有这种弹药、飞弹，还是这个一寡军舰，还是战机 F-16，完全拢互乌克兰。当然，这乌克兰一定会拍赢，会拍赢这个罗西亚。这个战争上少这个会改变啦，但是咱头先讲的，这个是